後來，過來是嘉義縣一個48歲後生用電鍋煮物件，伊的媽媽怎甲念講，無咧趁錢，閣安尼浪費電無彩電，結果安尼袂得咯。伊酒後情緒失控，拿菜刀甲媽媽抬着傷，即擺已經封收押。你手才有受傷無？有啦。有哈。莫緊張，莫緊張。救護車趕到位，緊急甲68歲防抬着傷的婦人人送醫，啊那下手的竟然是因後生。他兒子要煮大陸妹的時候，他就說誰要吃這個？他們在安坐，兒子就生氣了。你可能就是嚇唬他，拿了一支菜刀啊嚇他，他可能用手去剝他，所以他這裡有一個傷口。你看，剛剛他報警，我兒子殺我。檢警調查林姓查甫人10個用電鍋煮物件，老母看到就罵後生無趁錢，閣無彩電，想袂到查甫人酒後碰擊到，涉嫌拿菜刀甲老母抬，造成老母頷頸甲手骨著傷，加在無性命危險。媽媽4、5點就要去上班，他是整天都在家裡。喝酒，他也打過他媽。我媽媽就說：“我真的，我其實很痛苦，因為也擺脫不了這個兒子。”厝邊透露，母仔囝是甲人洗厝，平常時是老母做事咧趁錢，後生規工踮咧厝有咧食燒酒，那食燒酒了後，就搞情緒失控，變做不定時炸彈啊！林姓查甫人113年、114年有2屆家暴記錄，因為無動手，老母就無申請家暴令，就算互醫送的時，伊否認挑工害人，不過法院考慮到伊家暴犯罪真濟屆，裁定羈押。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及被害人生命安全等情節，認為有羈押的必要。林姓查甫人佇厝裡外口老母，敢若因為紅電無彩電，就涉嫌生氣抬老母，母仔囝之間的逼損，恐驚是無法度個復原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